继续政党消息，即摆朝野咧拍不无，所以执政党甲在野党的互动真受到注目。总统赖清德透早参加元旦升旗典礼，甲5院的院长致意。伊甲立法院长韩国瑜原本是当时甲手举起来要来握手，若国民党的党主席郑丽文是甲总统无互动。国旗随悠扬的国旗歌声慢慢啊升上天。今年一摆的总统府元旦升旗活动，政坛头人差不多拢有行脚到。总统赖清德进场的时，分别和5院院长致意，行到立法院长韩国瑜面头前时，两人同齐握手小接吻，互动看起来小乐，不过镜头翕回另外一边。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徛伫咧离赖清德较远所在，不过镜头嘛意外翕到赖清德敢若有向郑丽文握手致意，郑丽文是感觉无这个代志。应该不是吧？我的感觉应该不是对我挥手了，对，因为他眼神也没有交汇到。没有啊，就是毫无起码我的感觉是没有啦。和总统无互动，颠倒利用表演的期间，主动去找韩国瑜欢喜双主席。不过，这当翕完就和行政院长倒形态小闪身，无握手，无小接吻，互动零奇迹。就我们希望未来大家朝野共同努力，朝野也能够放下之前的歧见，为了国家。为了人民，积极和解。2026年的开始，我希望朝野能够合作，也希望在野党能够持续思考目前正在推动的这些法案对国家、社会、人民所带来的冲击跟影响。那了，党主席伫咧新的一年，拢希望和解，愿望敢会成真，都要看偌朝野的智慧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